细汉的中秋节，8月半中秋节，也是澎哥来啊修行的时阵。前伫梨山的果子园，照顾的工课是一年365天，拢无通休产。开花的时阵有顾花的工课，若开始结籽，就有收果的任务。等果子慢慢大粒了，还阁一粒一粒加落伫纸袋内底。但这过程中，还阁定期压肥、除草、喷农药。开收之前，更加爱注意住伫山内迄阵高山啊，迄阵可爱又阁可恨的破狗，常常规天烧少头挽水果。因毋那是为着要掠妖尔尔，常常挽一粒夹一喙就单掉，搁挽一粒搁夹一喙单掉，往往规涂骹拢是夹一喙夹两喙的苹果，互人看了心肝拢流血流滴。修行的时阵，嘛是厝内斗相共的人上济的时阵。伫梨山采收水果，装伫蓝色的大卡塑胶袋内底，然后用火车载到山骹的冷冻库，分级装箱。当年拢有几个老经验的班底，也有新的骹手，山顶山骹拢真热闹。伊无用的采收期过中秋。过节的时阵，往往有20-30个员工，佮加上阮大家庭的大大小小。细汉的中秋节是我上热烈的记忆。中秋节迄一天，大家拢欢头喜面。出货了后，野扫帚、下粪斗，纸箱仔挑甲整整齐齐。鱼头仔嘛一只一只摆甲好势好势，准备暗时过中秋的活动。迄当时无迄句一家烤肉万家香。中秋节要做啥物呢？暗顿了，大家来到拼甲清清气气的做工课场，准备算中秋的好戏。目睭讲弹弓啊，毋知你敢捌听过？但是你嘛捌算过。参加的人爱用一条手巾仔，甲目睭捂起来，捂甲看袂到头前。再来，徛伫原地洗衣裤仔，一连、两连、三连，洗好了后，用记忆偷偷一步一步，向拄则目睭阁看会到的时阵，看到弹弓仔徛伫倒位，就位倒位甲伊降落去。若降会到弹弓仔，就会使领到奖品。到底爱洗几连呢？这都无一定哦。有当时是因为脾气好、人缘好，众人会使甲伊创治，就叫伊加洗几连。若这弹弓仔是一个沙拉油的铁桶仔，讲落轻轻锵锵，真大声。若要共创治的方法，实在是真多。有当时捂目睭的人就伫要讲着煞去互创治偷偷甲弹弓仔刷走。有当时捂目睭的人就伫要讲着边仔的人煞开始发声，行向这边，搁行向倒边，超过毋对，还阁退后，毋对啦，是10点的方向，搁行3步，好，即马大力甲伊降落去。
虽然大家拢有练习的机会，也袂黄囡仔进前，拢会使徛伫原地，按照家己的脚步，扭看几步，会当讲着成功啊。也毋过，往往徛伫原地生一口啊，一个过程了后，就已经戆细细失去方向。真正讲着成功的人，就会使领着奖品，一块月饼，也是一粒油啊。这伫现主时看来，无啥物的物件，伫阮细汉的时阵，是我呢欢喜的鼓励。奖品毋是重点，笑声才是上快乐的礼物。彼时的中秋节，啉茶、买月饼、买油仔，虽然无老张，每一粒油仔拢甘甜美丽，毋免项嘛，嘛有快乐的中秋节。目睭讲成功啊，你敢捌算过？你敢捌听过？